大人烦恼无钱，囡仔是欢喜过年。讲到这过年呢，一定爱宽东宽西。2024年世贸年会大典明仔载就要开始咯。主办单位这届有和北港朝天宫合作，这北港妈的圣驾今仔日已经来展览会场安装。希望新的一年有妈祖婆甲你斗保庇，新年头大家拢有一个好的开始。妈祖驾前扫甲对。番社将军带领众人迎接北港朝天宫天上圣庙来到台北世贸一馆，为2024年世贸年会大典主驾。北港朝天宫参外贸协会合作，已经是第11摆，甲妈祖请到年会大典的会场。大家咧买才刚过年的物件的时阵，过程吼，会当来拜妈祖，会当弄脚卡吼，这是重点啦吼。尤其南部北漂的很多了哈。那反正过年爱上班啊，无影通转去啊。我嘛是希望借这机会他可以跟妈祖近距离的讲话。北港朝天宫董事长蔡英德带头两过桥卡，希望规个展览会当圆满。这摆世贸年会大典是自 COVID-19 疫情完全解封了后的头一个世贸年会大典。外贸协会估计业绩至少通成长3成，规模比去年增加了30%，所以有500家的业者，然后一共使用了800个展位。今年我们希望商机能够达到8000万台币，那我们也希望说能够有35万以上的参观人次，那这个比去年呢绝对是成长30%以上。外贸协会表示，今年的年会展除了有变的年菜、南北会顶顶，也有糖烧就通食、方便的即时食品，甲多元化的国际商品。民众到场通一摆传遍所有的年会。北港朝天宫也讲，民众除了通伫会场拜妈祖、摕吉宴品，也通点光明灯、摕福袋啊，就会使伫明年的元宵参与抽奖。记者郭文条随台北报道。